恭请点传师慈悲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点传师午安。点传师午安。坐下。咱点传师主席顾问处长领任组长各位先贤大德大家午安。点传师午安。时间咧过真紧啦吼，一波的时间咧将是结束今仔日咧感谢着咱天本师弟，咱道前人咧五代义生，咱义秀大仙咱前人咧的迄个因缘，甲咱周前人副前人。讲义点传师，甲咱地府前辈者，的慈悲。今仔日呢，咱到这个机会，大家当同聚一堂，做伙来共同研究着这个圣理。或许呢，唔知影咱今仔日听讲师安尼咧讲，听有爱无？敢有？听迄是足欢喜，还是听迄会受气？足欢喜哦。安尼，今仔日呢，咱讲师呢，还是讲是真慈悲啦，当然，咱陈讲师呢，自做查囡仔时阵，迄10外岁的时阵，伫关窗，就安尼，求道，修道，一路来呢。拢咱阿姨咧，来甲因带，迄阵咧带有一群，的即个人才，来甲因载，当然，陈讲师对有了伫10几岁咧，就来得道，来研究，修炼学道，后来咧，过去咱孝德，因为伫台北咧。担任了这个副领领，对于了伫带动道亲来讲咧，真正有伊的方法，有伊的方法。那为什么伊会遮尔用心？无非嘛是体验了道的可贵甲伊的殊胜啦。伊才会遮尔用心，投入，所以讲呢。伊厝里家庭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嘛拢得到修炼学道，拢硕悉世界。即摆咧，结婚了后，伊的子女同款，拢硕悉参考，伊道中咧拢担任了伫即个真优秀的即个人才。所以讲呢，对于道理的研究。亲像咱讲义前贤大经的，今仔日听着咱讲师即些个真理，咱也有所体会，嘛等于伊对了伫修道内底，即种的感受体会，那即种来讲起，也就是咱人生上界重要，叫做精神的优势。咱相信咱讲义前贤大经。咱拢无欠钱啊，虽然毋是好嘢啦，但是应该要用拢有啦。好势安尼讲，咱敢有用到？有当时要用到有嘛会无欢喜，有艰苦的时阵，敢有？就是讲会去撞到好甲歹的代志，敢是安尼？伫迄个时阵，毋是讲用钱来变心就欢喜的，敢安尼？敢是安尼？咱若感受着道理了后，当你碰着无好的逆境，当你碰着好的顺境，你拢会当保持真欢喜的心情啦。敢是安尼？因为你有感受道理，人讲道理，咱人会当理解，自然内心的苦就会无去咧。看较会开，放较会下嘛。你碰着代志。
你若无看开放下来讲起，比一个咧，今仔日咱若拢欠人钱啊，烦恼敢会毋免还钱？敢会当？无可能。啊，若像安尼，你是要搁烦恼你欠人钱，爱是咱毋免烦恼。哦，啊，甲食好饱，困好饱，身体顾好势，来趁较济钱来还人安尼，咱敢会当安尼面对？安尼面对代志，敢就解决啦嘛吼？啊，无你敢啊惨啊，害啊，欠人几十万啊，欠人100万啊，啊，定啊烧烧甲困袂去，食袂落去，钱搁爱还咧，啊，安尼免咯，咱爱有较巧。哦，啊欠人这个正常，毋是干那咱咧欠人尔，别人嘛拢咧欠人。哦，啊咱就是该困的困好饱，该食的食好饱，精神养好好势，身躯顾好势。哦，咱就来工课做较济，有正业副业，搁有兼业，安尼咧趁钱来还人，安尼是毋是就解决啦？啊，所以讲有当时一寡烦恼是因为你饱袂落，因为你看袂开。啊，所以讲，咱来感受到这个道理了后，就是要互咱学放心，互咱看开放下，安尼的自然，咱就心情就会快乐，人生就会快乐，也哪像你住伫天堂共款。所以讲的，今日讲师慈悲讲的，拢讲着心，修道修心，办道尽心，心就是天堂甲地甲的锁匙。你若会当理解，看会开好个下，今仔日你遇到困难，毋是困难，各位前辈，我讲要咱恁敢有认同？因为你听，你遇到了后，你毋是讲啊，我就开始甲烦恼，因为你想，哎，我遇到代志了后，我要安怎甲伊面对，要安怎去甲伊解决？哦，啊，即件代志自然而然的，伊就会无去。哦，啊，你想的烦恼是假嘛？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今日得到道了后，为虾米？哦，咱的前辈者，咱的祖宗拢足关心的咧。哦，拢希望讲啊，若有机会研究，拢要邀请咱大家来到佛堂受讲的普教，佮会当来感受着道理，道理会当陶冶咱的心灵。当咱遇着困难的时阵，咱看会开放的下，哪像一道的护身符共款。哦，啊，若无，咱的人生，咱讲烦恼是假的啦。咱感觉遇着迄代志，都还袂来，你烦恼起来囥袂到，敢有？有啦吼，啊尾啊吼，当过啊了后，啊，我加烦恼，你啊看卖啊，也无发生啦，对无？啊，我袂前袂着烦恼起囥入边啊，安尼敢有艰苦？艰苦咧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得到道了后。希望咱呢，哦，啊，会当经常有机会，哦，啊，大家社会来研究，用道理来陶冶咱的心灵，互咱的心呢会当清净自在，哦，清净自在呢，迄就是咱啊菩提自性本自清净，但用此心得了成佛，哦，自然咱的真心就会流露出来，迄个真心就是讲咱的佛性。就是咱道家讲的原神，就是啊耶稣圣人讲的真理。哦，咱就会当恢复。啊，咱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无碍，是圆道道光足足的自性。啊，咱要安怎互咱的真心会流露？哦，就亲像讲师今仔日慈悲甲咱讲的，哦，伊有教咱足侪的方法，无非就是要提升咱的心境。互咱迄个真心流露、清净心流露，甲无好的物件拢甲伊平除掉去，去避去解毛病，自然咱的真心就会流露，咱的佛性就会流露。咱若甲看，咱哪想住伫迄个天堂？各位前面咱敢有认同即句话？哦，安尼你就是住伫天堂啦。哦，诸佛菩萨佛道经愿度众生，毋是讲哦，咱大家拢。哦，死了后咱转去天堂，是要互咱伫世间的时阵，敢像你住伫天堂啊？要自将所无世界呢，甲化作莲邦的福报。
啊，那迄个时阵呢，吼，咱即个家庭，如果讲会当咱先修家济，吼，即个家庭内底，大家会当吼互相夫妇会当手牵手，行离是世，会当手牵手，来感受着即个道理，大家拢有咧改变，自然咱的家庭咱互伫西方这个世界共款，所以先修家济，各地。会当平天下，安尼呢，咱就会当创了着即个大同的世界，所以讲呢，咱感受着道理了后，咱一定爱来得到道理了后，咱一定爱来听道理，听道理，才有法度人理解，所以讲呢，今日去讲师甲咱讲，其实呢，马祖道因上师甲咱讲，道不用修，但无不了。道不用修，但无不了。因为咱本来内心道就是有佛啊，为什么咱爱去修？道免修，但无不了，就是咱无去沾染外界一切的色受想行识。这五蕴是外来，是无好的，是短暂的。咱若会当去甲伊了解，咱会当甲伊看开。其实呢，伫世间无有啥物物件，互咱咧烦恼。